慢走，慢走。哎，两位姑娘，里边请。哎，来，不挥手啊！来，输了吧？好，里边坐。来，坐。来，二位姑娘吃点什么呀？给我们来些你们这里最拿手的菜。对啊，挑好的尽管上。好嘞。彩雀，你带银两了吗？没有啊。你没有吗？我也没有啊。吃。来，咱俩喝一个。好。来，别客气啊。我吃，别老客气。菜来了。吃着呢嘛。不够，咱们再点一瓶啊。来，行。能咱俩干一个啊。好。二位慢用。姐姐，要不然等一下我们施展幻术离开。不可，这里人多眼杂，万一碰上修行伏妖之人，那可就徒增麻烦了。那付账的时候怎么办？先别着急，我自有办法。来，吃饭吧。吃好了吗？各位大哥，这位姑娘为何哭泣啊？前几天我爹娘因病去世了，我们姐妹俩无钱埋葬双亲。我刚才看见各位大哥豪爽英气，还想请各位能否帮个忙，施舍些钱财给我们。等我们埋葬好双亲之后，便去远房亲戚那里借钱还给各位。哎呦，不过我妹妹年龄尚小，怕她受不了旅途奔波之苦，不知这几个月各位谁能给她一个栖身之所，让她做些打杂帮忙的事情。等我回来之后，再去接她。好，我家里正好缺一个暖房的丫鬟，跟我去。凭什么跟你去啊？这位姑娘一直在跟我说话，我的钱比你少啊！你话不能这么说呀。就是啊，谁家谁没？各位大哥，先别争了。我妹妹，她虽然貌美，但是脾气古怪，若是看不顺眼，就是给她再多钱，她也不会去的。还请劳烦各位，能否过去一下，问问她，愿意去谁家？好。小妹妹，跟我走吧，我保你好吃好喝，锦衣玉食啊！怎么样？跟我走吧。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这辈子我都会对你好的。你走吧，跟我走吧。姑娘，住手！走吧。姑娘，放开他！你是谁呀？干过我的闲事？光天化日欺负一个弱女子，你们是男人吗？男人？大爷，我今天叫你看看什么是男人！我跟你拼了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多谢公子相救。不用客气。怎么回事？刚才的感觉如此熟悉，莫非申哥的后人在附近？难道他就在酒馆里？
这丫头还有点道行，这么快就追上来。我一心一意为你好，你这么戏弄我，彩雀，这次真的是姐姐错了。你看，我现在正准备回到酒馆去找你呢。我不信，你不是第一次了。我怎么会骗你呢？如果我真的要跑，还会留在这等你来追我呀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真的。反正我会盯紧你的，直到把你送到夫人那儿。姐姐，你拿个酒囊干什么呀？这个是刚才一个过路客掉的，我闻着酒香，又知道你爱喝酒，所以专门留给你的。来，尝尝。不要，我可不想我喝醉了你又跑掉。姐姐还是留着自己喝吧。